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解释不费心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好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是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瓦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认识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孙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谢世，五方列仙谢天公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天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塞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神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界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柳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吴王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谢真言咒，转谢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入境，念其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